咱这因为吼，按照看这因为都放料吼，有够水，有够水吼。咱暂时时来，准备来为做前期工作。今仔日咱下当天用政府甲副员税，有咱59分最重要的新闻哦，因南大政治是咱听咱料真英英哦，结果还受到咱调水团议员哦，无少支持，有政府这机会是这对遮尔大的声音哦，来对大家来表演。现在咱来按照大政发展，即嘛现在咱要来为做一段咱传统福路语的这段叫汉姓文化，汉姓文化咱时时来为做准备了，咱发展传统福路语的汉姓文化。
张正，哦，前来的正将今到来。